互咱知影咱要做啥，或者是孝敬父母，或者是栽培子孙，或者是引带人甲人三甲做伙同行天路。每一项代志，敢若有一个目的。上帝，你伫我的心上是愈来愈侪，我的活命是伫你的内面愈来愈受引带。咱三甲做伙开声来感谢，来恳求，请。圣哉，圣哉！主阮的上帝，你的疼痛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到伫如今，主上帝，你赏赐予阮一切的美好，阮的活命受尊留。到伫如今，主啊，你亲自帮助阮，使阮引带伫阮的心上，阮的年日受引带。主啊，阮感谢你，互阮累积有相当的这的经验。主，阮也感谢你，今仔日阮伫你的内面领受恩典，相信是因为主你的看顾。主，阮伫这当中，毋是看别人有啥物货，是阮真斟酌来看上帝你伫阮身上所行的作为。阮为着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主啊，来赐恩，来引带。来清除我内面的垃圾，主啊，就是遐印字未现的罪，求你也亲自伫我的活命内底，动迄个美好的手术，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灵。主啊，随时甲你对齐，随时活出你的美好。荣光的主，阮的上帝，你伫阮当中保守阮，引带阮。通过上帝你极大的能力，赐阮伫你的百姓，祝福阮会通因着你的话语成圣，因着你的话语有能力，因着你的话语活伫圣灵当中，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正直，圣灵中的喜乐。主啊，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垂听人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接续咱同齐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恳求上帝灵来引带咱，也为着咱家己会当全然交托伫主的手中，互咱伫这段时间内底，咱的心神受圣灵的引带，圣灵因着咱的学乐敬拜，互主。耶稣基督的宝座，上帝的宝座设立伫咱当中，因为耶和华上帝是用以色列的敬拜成做宝座的，诚心信心的敬拜而乐，上帝就要伫其中临在。咱同齐开声，为咱家己，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同心来恳求，请。主，阮感谢你的疼痛，安尼来束缚伫阮的当中，保守你家己的阳光成就伫你的百姓内面。主啊，阮要感谢你，因为每一日拢带出上帝你家己同在的能力，互阮伫圣灵的引带内底。主啊，阮的心是放松的，阮的灵是受上帝的灵所保护、照顾、引带有平安的。耶和华，你的名伫全地河顶的水，你显明你家己的权能伫其中，你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今仔日，阮伫来到这殿中，主啊，我不但是人的身躯到，主啊，我的思想意念也要到，主啊，我的灵魂也要完全伫这个所在，甲主你相见面。受主你感动甲引带，为着阮会通同齐做伙伫你的殿中，效念主的恩典，经验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愿你继续引带阮，赐阮下面的礼拜。主啊，互这个礼拜通诚侪芳芳的祭献到伫主你的面前，得主你的悦纳，得主你的欢喜。感谢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对着阮的疼痛，对着过去到伫如今你一路的保护、照顾、医治，
恢复享受活命的平安。阮所以伫今仔日会通来到伫主你的殿中来献上感恩的祭。你是主，是上帝，主你的名也唯独你的名堪得受一切恶乐甲敬拜。主啊，阮所以伫你面前，搁再恳求圣灵来引带阮，互阮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阮的心甲主你的心相连，阮的思想意念甲主你的思想意念对齐，通互阮的年日伫上帝你的面前，蒙引带得恩典，靠主圣灵的气力，赢过周围试探甲苦难。主，互阮会当搁再一届对阮灵魂深处的所在，生发出上帝你的能力权柄，互阮活出上帝你关灵荣光的生活。阮甲家己奉献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感谢主你引带赐恩伫阮下面的时间，感谢主你的听痛，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完兄来报告。两位兄弟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感谢各位兄弟伫顶礼拜为着南部教区福音馆奉献。若阁有质疑即个奉献的，会当去招待道来索取即个奉献地，并且伫祈祷中持续来关心纪念教区的各项事工。第二，望主的恩典，恭喜张碧姊妹，就是许瑞珠姐妹的母亲。10月初2伫厝内接受洗礼，归入主名，愿主继续祝福，和身体甲灵魂拢温上加温。第三，今仔日10月初5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10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四，罗炳华姐妹这个2020年日本回来受洗，伊伫10月初1上午转去到天父的家中。原定伫10月初10拜5上午8点半伫殡仪馆伫联席举行日莲礼拜，下晡2点半伫本会举行告别礼拜，敬邀兄弟前来参加安慰遗族。第5，10月10日拜六下午2点半至4点半，上正团契有邀请到 YMCA 周金秀老师专题讲座，安宁照顾关怀，甲家属心灵的陪伴，敬邀兄弟来参加。第6，年度执事改选定伫11月23要来举行，请各小组伫10月26暗时11点59分进行，提供各小组候选人员的名单，汇报予扫尾传导，以日制作候选名单。第7，敬请兄弟一直为着花莲大水关心大岛相关奉献的资讯，请参与公报栏有打伫遐总会公文。咁要补充报告，无即是请敬拜乐团。大家平安。平安。看到来到上帝面前是何等的欢喜的代志，也是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也依然清早整齐听候预备心，咱做伙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用笑眯眯的心情，甲上帝问候早安，请起立来吟。上帝，我要学努力。这当中呢，咱要发觉讲，上帝是遐尼啊好。慢慢的有一句话叫做“我是特别的，世界有我会更美好”。来，家己讲者，我是特别的，世界有我会更美好。来，亲像拄则牧师带咱去结果的，因为咱一个好，世界也因着咱的好，会变成愈好。阿门。
定，上帝我要学了你，公义孝你，主爱孝你，上帝我要学了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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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你孝你，你也孝你，上帝我要学了你，世界上你是你见你，上帝我要学了你，咱们孝你，是你所定，上帝我要学了你，公义孝你，主爱孝你，上帝我要学了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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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咱们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的心啊，我特别来学了你，我要早早就醒起来，来把得你的主爱。阿门！主啊，我的心要向你来展开。互我欢喜在你面前，继续来吟。你孝你，你也孝你，上帝我要学了你，世界孝你，是你见你，上帝我要学了你，咱们孝你，是你所定，上帝我要学了你，公义孝你，主爱孝你，上帝我要学了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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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是吧？多谢你，我的心灵用你来展开，特别知影，我要继续来信靠你，是何等的甘美，信靠耶稣，何等的甘美。阿门。是靠耶稣何等甘美，是你唯一无关的，我心紧紧亲爱的主，他一手供的缘故，救主耶
你做伙，你甲我做伙，河顶的水，河顶的甘美。用你的话语是我的歌词来炼净，来深刻伫我内面。主人伫主的面前，献上咱满满的感谢，也知影一切是创造，所以咱有偌高偌厉害，拢是对伊遐里来。所以咱就咱甲咱有啥物款的好材料，迄个冠冕伫咱心上的，拢献好伫主的面前，奉献冠冕。主
的声。好让信特一人也永远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独你，堪得受一切恶乐甲敬拜。愿所以将一切颂赞、荣光、感谢，拢归伫主你的面前。主，阮啊，将着阮对你所得的活命、时间，以及阮对你所领受一切活命的话语，并你所赏赐阮的恩赐能力，主，阮该奉献伫你的面前，因为这一切原本就是拢你赏赐的。所以，阮安尼奉献，乃是理所当然。互阮的嘴为主来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用阮的手做上帝你欢喜的工，将阮的才能、恩赐放伫帮助人、见证上帝的事工上，也互阮伫主你所赏赐，阮得到破财的快乐。就是互阮有这个财米，阮会通照主你的心意来奉献伫主你的殿中，奉献照顾伫遐欠缺人的心上，奉献关心遐伫远远的所在需要帮助的人，奉献伫遐宣教的事奉顶面，叫阮的年日伫上帝你的面前，照主你的话语来行。安尼，阮就会通行伫平安、平坦、得胜的道路上，就是拄着坎坷，主你也的确保护、引带阮会通行过，互阮会通伫你的内面得你的欢喜，会通伫地面上架开的日子，成做上帝的见证。愿同心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金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
请坐。继续咱用上帝话来启应40篇。我启兄在用好的时阵，三甲大声来吟来讲，恁着专心仰赖耶和华，毋通挖过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拢着认定伊。伊要指引你的路。毋通家己掠做有智慧，爱敬畏耶和华，远离歹代。得智智慧、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赢过得金银，伊的利益较赢真金，伊正手有长寿，倒手有富贵，伊的道是安乐。伊的路全是平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日捌记性者便是聪明。阿门。上帝为何等的美善，听到伊的记开，安尼行的人的确因着安尼来得到福分。下面时间咱就牧师的正道的时间，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大家来讲是啥物？关系美好人生的计划。来讲一摆来，关系美好人生的计划，咱用心来领受上帝的道。请咱三个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同齐齐心来上读，请。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讲：“老师，请你吩咐我的行长，甲我分开家业。”耶稣讲：“你这个人，什么人立我做你断事的官，甲恁分家业呢？”对众人讲：“恁着爱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无伫咧家道丰富。”就用比如对因讲，有一个财主产产丰盛，家己心内孝心讲：我的出产无所在收藏，要安怎呢？又搁讲：我要安尼办，要甲我的仓房拆了，另外起搁较大个，伫遐呢通收藏我一切粮食甲财物。了后对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真济财物积存，通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来食啉快乐吧。上帝却对伊讲：有知的人啊，今暝爱你的灵魂，你所备办的要归互谁呢？你若为家己积财，伫上帝面前却无富足的，也是安尼。耶稣又搁对门徒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性命忧虑食啥物，为身体忧虑穿啥物。因为性命较赢啉食，身体较赢衣裳。你像乌鸦，也无种，也无收，又搁无仓，也无库。上帝还搁养活伊。恁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恁倒一个会当用思虑，互寿数加一刻呢？这上介细的代志，恁还过袂当做，为什么也忧虑其他的代志呢？你像百合花怎样大起来？伊也无劳苦，也无芳散。总是我甲恁讲，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伊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蕊呢。恁这小信的人啊，野地草今仔日也伫咧，
明仔载就等伫炉内，上帝抑阁家己安尼装塔，何况恁呢？恁毋通求食啥物、啉啥物，也毋通挂心，即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必须用的这物件，恁的爸是知影的。恁只爱求伊的国，这物件拢要加添互恁。恁这小群毋通惊吓，因为恁的爸乐意甲国赐互恁。恁爱变卖所有的救济人，为家己被万用袂歹的钱落啊，用袂尽的财宝伫天顶，就是贼仔袂当就近，虫袂当就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也伫遐。阿门。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主上帝，愿用敬虔的心，伫你的面前，用心灵徛立来聆听你的话。圣灵啊，只有你是阮的老师，所以恳求你教示传讲的人的喙齿，互传讲的人有受教的心。通照着主你的心意，传达正确的话语，通伫主你的内面领受活命真理的话语，叫阮活伫主你的面前。阮当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9月20的时阵，咱举行文丽姊妹伊的告别式。文丽姊妹伊活到56岁。昨的时阵，阮阁去处理圣安圣教会杨千怡姊妹伊的告别礼拜，伊活到48岁。要来的这个礼拜5，10月初10，罗敏华姊妹告别式。罗敏华姊妹活到60岁。这人伫因的活命内底，有真济真济还未完成的计划。当我准备这讲章的时阵，我心内有一个真大的感触。我活了比因加足久的时间，上少加活因2年啊。加活这2-3年，我活伫这个世间，到底是要做啥物货？上帝所存留我的活命，是毋是有用到伫上帝爱我去路用的所在？人生的计划内底有真济拍算，这拍算检测嘛真好，但是真济时阵，咱嘛会看到有真济的拍算，但是就敢若有一个所在起徛。所以伫迄个起徛的所在，就将着咱的拍算完全拢总消失空空。台南进前有一位退休老师，伊伫当中积聚了将近要2000万的这个退休金。伊伫迄个所在嘛想讲，对当以后伊会当平安过日子，但是无张持。大诈骗集团把伊的2000万拢乌了了去啊！咱台南有一个钓虾场，了后呢，伊伫当中呢，互人钓虾。那么钓虾的时阵会用即个笼啊，了后伊伫当中呢，或者笼甲虾钓的时阵，这是放电脑头栽哦，才甲伊放入来，虾钓着伊就甲放落来。结果的时阵一个人去钓虾钓甲足欢喜的。了后，伊就感觉讲吼，今日钓了足济，就想讲要摕去烘啊，迄钓虾场拢有咧共人烘虾咧共煮虾啊。伊结果去看的时阵，奇怪，哪会无半尾啦？尾来的时阵才发现讲这虾这网下骹面这安怎破空啦？结果全部虾拢放生啦。伊就去甲这个业主讲啊，业主讲你注意哦，我有甲恁讲请你斟酌。虾仔的网仔是毋是有破空哦？即个温馨小叮咛哦。所以结果的时阵为着安尼业者安怎
无爱背这些啊。伊讲啊，我有甲你讲啊，是你家己无斟酌看的啊，我嘛无法度，对无？所以但是我后壁无继续追踪，所以毋知影这个代志安怎。总是伊甲咱讲一个代志，就是咱的活命内底，有诶时阵咱有真侪美好的拍算，但是这个真侪美好的拍算，是毋是会当真正达到咱的期待甲咱的愿望，无一定。圣经毋是讲咱无应该拍算，圣经严严甲咱讲。各界咱殷勤拍算的，伊就会愈来愈丰裕。做代志若是赶紧急躁的无拍算好势安怎，拢会欠缺。所以爱殷勤拍算，爱斟酌拍算，这是圣经对着咱提醒。生命爱有拍算，爱有计划，总是毋通沦落成做一个咱的拍算甲上帝计划是无合的。这款误认的人生的美好的愿景，这款的拍算，将其落尾，就会亲像菜篮去养水，地无物件。所以人生内底有三讲，这当中呢会出人这个代志。圣经咱今日所读，正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讲：“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教我分开家业。”耶稣讲：“你这个人，什么人立我做恁断事的官，甲恁分财产呢？”会通即当中通看见犹太人因的生活，其中呢，就是父母，特别是老爸若是过身的时阵，安尼因兄弟啊，就会当分产业来带，分开带。总是呢，即时耶稣基督的确是一个已经非常有名望的老师，所以因来找耶稣讲：“老师，拜托你帮阮分产业相信我的兄长会听你的话。”伫即当中，咱通看见。伫遮个，甲今仔日个世代其实是真共款。伫迄个世代内底，要分产业，长兄如父，大兄亲像老爸共款。要分产业是谁讲的？是大兄讲的，毋是小弟讲的。但是这个小弟安怎无大无小？伊了相信甲因大兄讲，因大兄可能袂答应，伊就安怎掠耶稣来缀因大兄。爱因大兄来分产业，耶稣真清楚这样代志，所以就对伊讲：“伊就甲伊讲，你这个人，什么人立我做恁断事的官，甲恁分产业？我来毋是为了财产来，我来是为着你的生命来。”耶稣基督就甲伊讲，安尼就对众人讲，伊通过这样代志，甲众人讲：恁得爱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毋是出自伊的产业真济，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代志我相信咱大家人拢知。传道书内底讲，昔使有一个人有100个囝，了后伊的产业也非常的济，好也甲全国的人拢无法度赢过伊。总是呢，伊身躯重病，无法度起床，伫迄个所在来录用伊的物件。安尼，伊100个囝，甲伊所有的产业，对伊来讲有啥路用呢？我定定咧想，这是毋是所罗门年老的时阵咧描写伊家己？因为只有伊才有法度生100个囝，伊有1000个妃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斟酌家想，这人就是遐尼啊好嘢。但是伊身体未做主，可能伊中风倒伫眠床顶，安尼伊会当做啥呢？所以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讲，恁得爱斟酌，免去一切担心，因为人的生命毋是咧看伊好野善，上界重要的是伊的活命内底安怎样来经历。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一个比喻，伊讲有一个人，有一个好野人。伊的出产真正济，好，这就是非常的济。了，伊大声呢想一样代志，伊讲啥啊？我遮尔好呀，安尼我要安怎？亲爱兄弟姊妹，你有人讲过这个话无来？我看卖下来，有啥物人讲好？牧师话我遮尔好呀，安尼我是要安怎？来，有即款的人，你举手者，牧师甲你讲你爱安怎？来，所以伊就讲好，我遮尔好呀，安尼我要安怎？所以伊就伫迄个时候，你看伊好野到即个地步，伊就心内大声讲：安尼我要安怎样啊？因为伊的出产遐尼济啊，
坐甲伊的仓库伤细间哦，所以了毋若敢若是安尼哦，佫是啥？伊的财宝太济了，伊毋是敢若伊的仓库大间，吼，伊就是咧伊收藏遐字画啦，收藏遐金银财宝安怎，嘛是大间甲安怎，细间刚好已经落袂落啊，所以伊就安尼伫迄个所在，伊就大声讲，我讲我想，伊心内想咧讲，了伊就干怎开始采取行动。这人有计划无？这人有拍算无？有哦。伊心内底想，伊毋是敢若想尔呢，然后伊就开始拍算。伊拍算安怎样啊讲呢？哦，我要安尼做，甲我的仓库拆掉，安怎？另外起搁较大咧，了通伫遐来收藏我一切粮食甲财物。哦，你啊看，哦，我毋知伊的仓库偌大间啦哦。啊，相信一定是种袂细间，但是安怎？无论偌大间，就是即摆已经无够囥就对啊啦。所以就甲我决定甲伊拆掉。所以哦，你知影？教会安怎？教会绝对坐袂满人。是安怎讲？咱教会若坐满人哦，是安怎？是因为咱礼拜堂上细间，你听有无？咱若甲伊跳的较大间，安怎？安尼教会就永远坐袂满。所以你免烦恼。哦，教会坐袂满，哦，教会坐满，你免烦恼坐。所以吼，伫咱线顶的兄弟姊妹，哦，牧师嘛甲你邀请，吼，咱遮阁有足侪空位咧，哦，邀请兄弟姊妹来，三甲做伙，甲礼拜堂坐哦，做好做满，你知无？哦，所以伫上帝听内底，你也看，咱这人有计划无？有真好的计划，伊就马心内想。马上就采取行动，这是伊第二个，伊是有拍算、有计划、有行动力的人，真好。但是哦，伊第三讲，佮敢若讲，哦，安尼有赞无？伊就讲哦，来，伊就伫迄个所在19节伊讲了后，就对你的灵魂讲，伊的拍算会落实无？那照伊来看，伊会落实，一定会成就。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讲，安尼对着你的灵魂讲。对着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真济财米积存，会当做偌济年的费用啊。所以你安尼安安逸逸来食啉快乐吧。哦，所以伊讲了，伊的拍算有非常的好呢。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讲，吼，安尼，我这世人就安那特动啊啦，哦，我这世人稳赞的。所以伊就伫迄当中啊，非常欢喜，伊的人生有计划有拍算，了伊会当哪对着人生内底。所有的一切有一个美好圆满的结局，总是伫这当中，亲爱兄弟姊妹，这是毋是咱追求的人生？哦，我介古早吼，我虽然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内底啊，基督的信仰内底，总是吼，因为阮兜吼古早吼产甲贵要厉害，所以呢，我13岁就出来做工课。迄个时阵吼，我就是认为上帝是假的，钱才是真的啊。所以我真认真趁钱，真认真拍拼。但是，亲爱兄弟姊妹，你会发现一样代志吼，人生的计划内底，无一定拢亲像你所想的安尼。所以伫这当中哦，人有真济拍算，人有真济想法，毋是讲毋好，但是咱等下讲。了，伊遮尔啊济拍算内底，就是伊的人生有真济真美好的拍算。伊就是无甲上帝拍算入去，听有我的意思吗？伊就是无甲伊的生命，无甲伊的时间拍算入去。这是咱人生上界可怕的拍算。咱的人生内底有真济拍算，但是这拍算若甲咱厝内底的人无关系，安尼咱厝内底的人是安怎爱为咱的拍算来拍拼？我人生内底拍拼真济，但是甲我的父母无关系。若是安尼，我的父母是安怎会参与伫我的拍算内底？上帝伫迄个时阵对着这个人讲：无知的人啊，今仔日永远特别爱你的灵魂，你所被办的规学像呢？上帝对伊讲：无知的人，这个无知的意思。毋是讲毋知影，这个无知的意思，一个更可怕的翻译哈。但是较接近原来的翻译啊，是我知影，但是我故意毋爱听。
即款的叫做无知啊，即款的无知甚至叫做啥背逆。上帝一届两届甲我提醒，但是我无爱听，我无爱相信。我讲打赌钱，我讲我无咧遐衰，啊，等拄着我。亲爱兄弟姊妹，我有甲各位报告过，游泳池、游泳的教练死伫游泳池顶面，做衫的裁缝讲伊要穿上水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伊死伫疫境。爬山的讲，我一定要征服台湾的百岳，但是摔落坑坎。亲爱兄弟姊妹，咱唔知影什么时阵咱会拄到什么货。我唔是讲这人唔好，我的意思是讲，咱人生要拄到什么代志，唔是照我所想的安尼。雅各写雅各书，伊安尼提醒一句话讲。无知的人啊！林检才讲，阮今仔日要去到城里内底做生意，阮会当趁钱，了阮会当去老仔厝。你用着即款的心情咧夸口家己的成就，主耶稣讲，雅各伫迄个所在提醒咱讲：亲爱兄弟姊妹，咱着谦卑伫主的面前，咱敢若会当讲，主若是肯。我就会当做这，我就会当做迄。咱的人生计划内底，一定爱甲上帝计划入来，一定爱邀请上帝参与咱的计划，唔通干那家己伫遐哭哭撞。你还记得迄个笑亏无？你还记得迄个笑亏无？牧师讲过，我阁讲一摆。哦，迄个笑亏对我真大的提醒。一个头家啊，董事长啊，两个经理，同齐做一个游艇，了后呢出去佚佗，结果游艇降歹，哦啊，因家在漂流到一个海岛顶悬。去到海岛顶悬的时阵哦，因伫遐无物件通好食，尾的时阵哦，伫遐呢看到哇，怎啊伫遐找物件找到一个。神灯啦，你知无？油灯啊，结果吼灯，吼讲这个灯吼，现在缩水的，得甲撸一个吼，怎迄个啥灯神怎走出来？啊就讲嗨啊，有啥物指教啊？恁安尼吼，阮有3个愿望会当互恁，啊恁遮拄好3个人，一个人会当一个。哦，了后时阵哦，有一个人讲哦，好，伊迄个经理哦，迄2个经理一个就大声讲，哦，我即摆要马上倒转去到吼。我住的所在，迄人收一个都无去啊。了，另外一个讲吼，我要真做世界吼介好嘢的人，哦，上少嘛爱1亿，哦，啊，我会当去随，哦，转去到阮兜，随时游山玩水，所以就收啊嘛无去啊。结果迄新丁就问迄个董事长讲，啊，你即摆要安怎？我即摆要安怎？叫2个拢转来，咻，2个拢走转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还未讲真情。咱唔通讲大声，哦，所以这个代志就是讲哦，咱的确得爱知影，咱的人生内底，唔是咱家己咧拍算。主要上帝甲伊讲，你所避办的咧规划上，咱真侪时阵咧拍拼，咱想讲甲咱的子孙留咱的子孙，但是我捌拄着遐。你捌看到迄开迄落目屎哪滴的迄哦，迄少年啊哦，18岁还未满哦，明仔载18岁，了今仔日去牵车，因阿嬷甲伊讲，你明仔载才开，伊讲我查甲伊一工，迄目屎哪滴的哦，怎安尼开落伫路面就甲伊冲去哦，结果喏，就真正目屎哪滴，迄一暝。17岁过364天，伊就过身去啊。所以
所备办的要规个子孙，就敢若厝内底敢若即个子孙尔，独囝独孙。亲爱兄弟姊妹，咱有诶时阵拍算，敢真正规会着遐真正需要诶人。咱其实搁较需要是啥？遐送乡困苦诶人，咱有伫当中来照顾互因。伊迄个时阵已经，当我金命灵魂受收去诶时阵，我都无才调个来发落我诶钱项啊！别人咧替我发落啊！嘛规袂了。我原本想讲对我诶灵魂讲哦，了某人啊，你安尼对安尼好好啊，安安夜夜来困啊，结果安那敢有规着家己？嘛无呢？佮再来，规袂阳光到伫上帝面前，安尼，咱诶人生拍拼，咱无用遐尼济，终其落尾，上帝甲咱讲，我甲上帝讲，上帝，我为你趁遮济钱，上帝讲你爱钱来，我带你来看。结果时阵发现，我即世人无用，拢啥？无路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生内底到落尾，毋通白白无用，性命丢无了去。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请。贪爱银两的，无因为银两知足；贪爱丰富的，嘛袂因为得到利益知足。这嘛是虚空。什么是虚空呢？虚空这个字的意思，或者做白工，或者啥加了工。哦，所以就是空空着无啦。所以咱的人生内底，这个人无一定是贪心，但是上界大的危机是对未来的烦恼忧愁。但是咱的确着爱斟酌，咱敢真正会活到咱所烦恼的迄一天迄个未来？哦，我若80岁的时阵哦，我赚有1000万，吼，安尼我着会当游山玩水啊。问题我敢活会到80岁？哦，这一点特别咱来思考。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真侪时阵有烦恼忧愁看路。你看这个小姐有水无？有，非常的水。那我感觉伊古水阁可爱。了后呢，迄日讲的时阵哦，有一个人摕一沓钱哦，阁是美金哦。甲伊挡伫头前讲，来借钱互你。你想讲伊有借钱，伊会欢喜吗？无，伊愈艰苦是安怎？金钱遮尔济，但是却拄袂起安怎？伊的男朋友甲伊讲：“我们分手吧。”所以你会了解，钱并无解决伊人生的问题。好野人惊钱无够安怎？好野人惊钱无够济，送养人惊啥？惊钱无够用啊！啊，阮辉哥哦，定甲我讲一个辉煌兄啊，甲我讲哦，牧师，我跟你讲，那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所以你会发现，咱的人生定定活伫这款的烦恼内底，烦恼看路下面。咱总是圣经对着安怎提醒呢？人会安尼的烦恼，是因为伊生活伫一个无确定的因素内底。主要所解讲，这无确定的因素内底是啥？咱想要食啥物货，咱想要穿啥物货，咱要用啥物货。主要所基督讲，咱爱斟酌。当咱若抑个安尼活地的时阵，咱其实甲外邦人所生活是共款。因为外邦人所想的啥？因为因无神、无上帝通倚靠，或者是因无愿意倚靠上帝。所以，敢会当卖命认真做工课，追求金钱，倚靠金钱，互钱赚较济咧，伊就有一个虚假安全感。我讲虚假安全感是啥物？伊虽然遮尔济钱，伊会烦恼袂下，烦恼讲我若中风，哦，我遮即马有500万，但是500万我若开无几个月呢？那像我若爹安尼的时阵哦，我看卖影咧。一月日超爱35000，啊无咱准3万，安尼会当开几年？3万一年就是36万，安尼10年就是360万，安尼就爱中风吼，10年以来就爱离开呢。哦，望看伊会好无？若望袂好咧，所以你会发现一项代志安怎？咱但是会烦恼袂下啊？虽然有遐尼侪钱，嘛是会烦恼。主耶稣甲咱讲：恁爱用的遮物件，
恁需要跟恁想要爱的，需要跟想要是有距离的。我们需要，咱需要日头、空气、水，这是咱需要。咱需要穿衫，若甲无的时阵哦，大家拢看到我一件大肚腩，哦，安尼无水，哦，爱家遮的。所以衫是啥？摕来遮丑的，不是来显摆的，哦，啊，所以才爱家看互清楚。咱需要的，主讲啥？恁的天父拢知影，你需要伊会互你。因为咱有天父，所以咱毋免惊，毋免烦恼，无够用。咱只管忠心照上帝托付来管理所有的万物，来使用伊所互咱得到的钱财。所以呢，咱要有智慧来路用，的确伫这个事上内底对主来行。瑞哲，这个可以播放吗？好，来把它连出去一下，好不好？咱来看这看这样，我感觉这不止啊，了有意思啦吼。咱家看这里，好，谢谢。阿嬷叫因，伊就要升家事啦，叫因老的就去哩山顶哦，爱捡茶啦。结果到尾的时阵哦，有人甲伊捡啦，结果医药费哦，就开2-3万啦，倒半个月才出院啦哦。亲情听到这个消息啦，哦，就炸水果去看这个老阿伯啊，结果水果送了伤济，囥甲烂去啦。阿嬷唔甘啦，就甲因老的讲哦，咱甲烂的吼大成食，新鲜的甲囥咧。结果烂的食了，新鲜的佫烂去啊啦吼。无偌久哦，两个人拢安那得到胃肠炎，佫送去住院，佫开5000几箍啦吼。了的时阵，阿嬷感觉吼入院吼开冤枉钱啦，哦，所以就要省钱哦，暗时啊吼，结果莫开电话啦。结果老大人吼，结果摔一个啦，要去诊所摔一个，结果啊，佫开骨断去。因后生查某囝听到这代志，半暝啊就转来，结果发现厝内底吼，剩真济只臭酸饭，就拢甲伊倒掉。阿嬷看到吼，佫甲伊鼓起来啦，佫甲伊煮的啦吼。结果食了吼，大家人拢食中毒啦吼。食了中毒的时阵佫送去病院啦吼，规家口佫开几万块的。到尾阿嬷讲，家在我平常时足欠的，若甲无要去倒位摕钱来看病啦吼。好来，谢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内底咧拍算，到底是咧拍算啥货？咱有诶，咱安尼，这个代志上较重要一样代志是啥物货？我拢感觉我的拍算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我的拍算是啥？这是合法的来源呢？咱敢有感觉到这一点？如果咱的拍算若是无上帝参与伫咱当中，真有可能到伫落尾，咱的拍算就是成做咱麻烦的来源。所以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讲，你唔通过头拍算，咱的人生瑞哲把那个滑鼠滑过来，不然我这边会按不下，谢谢。好 ，OK。伫这个无确定的世界内底，充满各项的变化。会当确定的只有一项，就是上帝疼痛永远无变。所以咱要挖靠的毋是金钱，咱所要挖靠的是上帝。来，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咱所要挖靠的是上帝。互上帝，互咱有智慧来用钱，来讲来。互上帝，互咱有智慧来用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讲一样代志，伊继续讲啊，讲恁倒一个人会当互因为你烦恼，互你的血收加一克呢？袂，还是讲互你的安那手骨头加，还是咧加安那加45公分？你敢会烦恼？你若烦恼讲哦，我呢遮尔爱，你若烦恼有法度烦恼有法度，互人大汉起来，安尼就逐工拢烦恼。烦恼若会当夹钱加出来，我就逐工来烦恼。但是烦恼拢袂啊，所以这个当中主讲啥？你看，其实哦，这两个哦，拢是安怎？拢是咱人生上该追求的呢。咱着望活搁较久，活搁较久，但是咱做袂到啊。咱主耶稣讲啥？只有这上小的代志，
惠寿家天竟然对咱来讲是上小的代志。对耶稣基督来讲，惠寿上介少是惠寿家天是上介细的代志。主耶稣讲，恁这拢做袂到，这个或者上细的代志。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伫主的目睭中，这是上介细的代志，敢讲是耶稣讲唔对？耶稣基督绝对袂讲唔对嘛。安尼，咱着斟酌来看的时阵，是毋是咱拍拼的方向唔对？咱关心的焦点唔对。迄一天我听牧师娘讲一句话哦，真有意思。伊讲哦，方向不对啊，努力白费，你知无？方向不对啊，努力白费啊。所以咱的人生内底，是毋是甲咱的活命拍算了唔对焦点去？咱上该注重，上该应该注重。你甲咱甲看哦，对22节哦，一直到31节，主讲啥？到30节讲，这是拢外邦人所叫，要穿外水要安怎样啊？我有一届吼参加一个个别礼拜，参加个别礼拜的时阵哦，其中有一个人穿甲非常的体面。总是吼，你看到这个人哦，我唔知伊是咧想代志啊，是安怎样啊？但是吼，伊佫带一群人来哦，但是伊面无笑容，伊一个心头吼，安尼悠悠面吼结规球安尼啊。散会了的时阵哦，我去甲伊请安去甲伊问好，因为毋是咱教会的人所以我甲伊讲平安毋知你拢好无？伊笑嘛无甲我笑一下呢，礼貌性的微笑嘛无呢。了后就安尼头一转无呢，我来失礼就走啊。我心肝其实足艰苦，一方面是讲拒绝，一方面是讲这个人活甲遮尔艰苦，但是咱想讲甲伊关心一下，但是嘛无得到回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咧追求的物件，即使咱也是会当穿甲非常的水，即使咱也是有通真，别人抑搁咧想后一顿要食啥的时阵，咱是咧想讲后一顿，那人抑搁咧想讲我后一顿伫倒位的时阵，我是咧想我后一顿要食啥，甚至我根本都无想要想，因为都一定拢有。安尼，咱着斟酌咱的拍拼，咱的人生的方向到底对也毋对。耶稣基督望咱会通得到生命，迄个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应允咱，互咱得到富足，是真正的富足。所以，主耶稣引带咱的道路，期待咱会当完成上帝所托付咱的，成就咱、创造咱的目的。上帝所托付咱有另外一部分，咱斟酌甲看，32节讲啥？恁这是小群，恁毋通惊，因为恁的爸乐意甲国赏赐互恁。了33节讲，恁着变卖所有的救济人。为家己备办永袂歹去的钱乐啊，用未尽的财宝伫天顶，就是贼仔袂当就近，虫袂当就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倒，恁的心也伫倒位。所以伫这当中，介重要的是，咱的心思意念伫倒位。咱有一个主耶稣甲咱讲，咱有一个方法，就是甲咱人生的拍拼。来甲伊投资伫上帝国，放伫上帝国，寄伫上帝国。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有想过？吼？啥人若甲咱借钱吼，咱会足为难。你甲我借钱，我嘛足为难啊，毋是干那你尔吼，我嘛是啊。咱是安怎会感觉人甲咱借钱的时阵，咱会感觉足为难，因为咱的钱是用啥？用时间换来嘛。但是时间是啥？时间就是你的生命。
咱伫遮坐1点钟，咱的性命就是啥？减1点钟尔，对无？一定是安尼嘛。但是咱伫遮坐，若是有修行呢，咱的活命就会变做有一个美好欠的所在。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上帝托付互咱是为着要成做其他的人的祝福，真济别人是为着家己咧陪伴。咱若斟酌家想吼，为着咱家己所做所欠的，伫这个世界看会到的物件，其实咱拢早袂走。咱伫这个世界看会到无该用掉的物件，我甲你讲，咱拢早袂走。咱拢早袂走。有个人讲哦，天主教嘛是安尼啊吼，有迄款哦或者圣人有无吼？圣保罗啦、圣彼得啦圣马太啦有即款加一个圣的拢是介厉害啦。丰盛该丰盛，所以你甲看讲迄个德雷莎圣，伊是有丰盛的所以这圣德雷莎。当有封这个圣的时阵到伫落尾伊的壮丽，拢会甲伊加一寡金银财宝伫迄个所在。中世纪的一寡圣人，当因过身的时阵，教会会甲伊炸一寡金银财宝，甚至你会通看到有一寡这圣人头壳阁有戴着王冠，顶悬阁有12粒的宝石。你想讲，家放伫棺木内底，会炸去上帝遐吗？无啊！考古学伫迄个所在发现有可能地动还是安怎样了后，迄个石棺怎啊破去？结果骨头伫遐，迄顶帽嘛，还阁戴伫头壳顶啊。所以咱所拥有的、看会到的、无用出来，拢炸袂去。但是相对的，咱所对上帝领受所拥有的，咱分享伫别人的身上的，咱伫遮看会到的，放去别人遐，照顾伊的需要，关心伊的欠缺，来分享互因。虽然表面上界先对咱的心肠拍无去，但是实际上遮拢炸到上帝面前遐去。咱甲这个代志想互清楚。既若是我尊老的放伫我身边的，早袂到上帝遐去。既若是上帝所予我的，我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真济照顾别人的需要，遐伊所用出去的，逐项拢早到上帝遐去。牧师即一届去芬兰，有一寡兄弟姊妹为着芬兰的教会奉献，所早去的，遮拢记伫上帝的册顶。表面上看起来界成无去，但是实际上是记伫上帝的孝谱的顶面。所以你也感觉看，伫昨的时阵，咱去处理杨千义圣圣教会一个姊妹。杨千义姊妹，伊自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过身了，因老母甲伊养饲大汉。但是到10通岁的时阵，老母因为操劳过度嘛，过身去，所以就这个兄哥姐姐和小弟，但是兄哥到伫20岁成年了，有一天甲因兜的奥多巴徛出去，就无倒转来，甲担嘛也毋知影伫倒位，所以剩着千义甲伊这个小弟两个人相依为命。当因即摆的时阵，抑阁是甲人租厝，千义因为伊是感谢这蓝色宝宝，还紫色宝宝。对，伊有一个专有名称，好像蓝色宝宝哦。就反正就是伊自细汉的时阵伊就是有心脏的问题，所以开大刀，伊无法度做真大的工课。所以伊就是因兜的经济，就是敢若透过因小弟咧做工，一个月赚无到3万块，厝租就摕8000几块去，了后，佮两个家弟爱生活。所以兄弟姊妹。知影这样代志，因就伫迄个所在来奉献关心，因为剩到这个小弟尔。
亲爱兄弟姊妹，圣经讲变卖所有的来救这丧乡的人。人生的计划内底，是毋是咱有欠缺上界重要的因素？咱敢有甲上帝考虑入来？敢有用阮上帝来调整咱的计划，互上帝引带咱进入伊创造你的目的？我每一届去到倒一个所在的时阵，每一届要讲道的进程，特别即马做教区长，有真侪教会也毋望牧师去甲因主持一寡圣礼典，所以去因遐聚会的时阵，我拢会甲上帝祈祷，祝福我毋是去买卖我的知识，乃是我向你恳求。互我去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真正会当服侍着迄个所在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真济文字能力，就亲像摊拄只牧师娘咧带咱唱诗歌的时阵，第3首诗歌讲的这奉献冠冕伫主面前。迄首诗歌要唱进前，牧师娘甲咱提醒，咱所有的一切文字。才调能力，拢是对上帝所来的。当咱甲这放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录用的时阵，迄就是一个上水的奉献。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咱爱殷勤计划，总是咱爱邀请拥吻上帝来更改咱的计划。因为咱看无够远，咱看无够看面，但是上帝知影。所以呢，路加福音内底讲，问讲人讲，恁要去洗礼的时阵，因问约翰讲，阮爱做啥物货？约翰甲伊讲，恁做兵的人，伫罗马迄阵啊，做兵是有权有势。伊讲，总是恁毋好用强迫待人，毋通去欺骗人。恁若是有领一份薪水，食会饱，安尼就应该知足。提摩太，保罗劝勉提摩太讲：你爱甲教会兄弟姊妹讲，人若是有衫有通食，有通食穿用有够，安尼就爱知足。所以就着基本上咱拢符合啥？圣经内底所讲的财富自由，你有感觉无？圣经的财富自由是啥？有食有通穿，就应该知足。所以用这个基本点来看，其实咱拢是算好野人，因为咱拥有的拢比这更较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讲，恁才是小群，所以毋是指着世间人，是指着军队耶稣基督相信主的人。伊讲啥？恁大声，恁的活命顺序，每一届做任何代志，大声的出发点是啥？是求上帝国，就是上帝心意爱安怎样做。人咱所要爱是这物件，就是看会到的。但是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是啥？规个国度，并且阁要予咱成做啥？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儿女。上帝是一个负责的老爸，上帝是一个对咱的前途有打算的老爸。上帝是咱上大心的老爸，伊了解咱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伊并且要安排你将来甲伊同齐做伙治理伊的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干的是要爱这部分，但是上帝的心意讲，我要互你的是遮尔济。安尼，咱有甲目睭了啊，拍甲开了啊，看搁较大，看到上帝恩典。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上帝要互你规个国度，甲伊讲来，上帝要互你伊的国度，要互你真侪伊的儿女，甲伊讲。所以咱爱定定想咱就是上帝后生查某囝，爱定定甲这个身份放伫心内底，一直想，一直想。这是南部教区福音馆内底的申请的补助款。因为因教会欠缺，所以呢买冷气嘛爱补助。
咱是咧想要买倒一排啊，人因是买无够，爱来清钱吼。了吼，这是某一间教会咧做福音事工，了呢，因为因教会无够钱，所以呢，清16683块，这3个月才清16863块。我有诶时阵咧想讲吼，咱有诶时阵吼，规家口出去食饭，要订吼，嘛毋若食即个价钱。所以究竟咱甲钱开去倒位？咱有照上帝心意内底要做。我真感谢主，咱教会有分伫公山圣教会的建堂，所以呢，伫即当中呢，你通家看。我迄一日搁家问的时阵，伊讲真感谢上帝，感谢安乐圣教会。伊讲特别咱安乐圣教会每一个月甲因奉献1万块，奉献5年，安尼咱家奉献偌济？60万。伊讲无一间教会甲阮奉献遮济个，咱毋是上界大个教会呢，但是咱分期付款甲因奉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听内底，咱支援因的奉献，咱支援因若是要出去有需要，我就甲伊讲，你会通来，我会当甲你斗3工。所以咱家买母亲节礼物，买父亲节礼物。咱用真济，咱伫个所在来甲因照顾，这是安乐圣教会的听堂。上帝透过你做成真济美好的代志。这张相片因一世纪摕去讲人安乐圣教会对阮足好。你甲身边的孩子嘛讲，咱真正对人袂歹，甲人讲。我毋是咧偏颇啦我只是咧甲各位讲咱真正会当分享上帝的听伫咱身边。所以呢，亲爱兄弟姊妹，爱殷勤规划咱的人生，求主引带咱的计划。若无，就真容易产生希望破空，安尼就介可惜。咱的金钱若用伫毋对的所在。安尼，咱就是咧浪费咱的生命，可能也是浪费别人的生命，因为这钱财检采是父母用因的生命拍拼留予咱的，或者是别人对咱的关系。另外一款可能是因为咱乌白用钱，结果咱对上帝讲，我这熬，对无？咱袂记住，圣经讲啥？得获财的力量是耶和华所赐的。咱会当趁钱，咱会当经营得到富足，这个能力是对倒来，是上帝予咱的。但咱若袂晓感恩，安尼就是另外一款形式对上帝赏赐的藐视，甲咱的傲慢。所以求上帝予咱定有一个伫伊面前谦卑的心，咱爱阁真斟酌，关心伫别人的需要，这款的付出，咱就会赢过，互金钱管理咱，颠倒转是咱安怎咧管理钱财。咱今仔日伫这世人，因为你要管理上帝所予你的，所以上帝就甘也敢，甲更较济代志交代你管理，是安怎？因为你已经学会晓管理这物件，伊就袂成做伤害咱的物件。所以。咱会伫即时踏入去上帝的丰富，并且伫将来上帝安尼赐福予咱。咱来读这3句话，请伫超找圣灵的引带中，殷勤计划未来，过度挂入眼前的，的确会排斥上帝应允。自身伫上帝托付完成每一个分享的听堂。亲爱兄弟姊妹，这才是美好的人生。咱的人生就无惊吓，乃是会通伫上帝心意内底向前来行。你我伫追求这世人的满足以外，咱爱甲咱的眼界看上帝爱咱伫这个世代所完成的使命。通互咱将来
丰丰富富进入上帝的国。咱会通伫主的面前无计较见效，反倒当会通伫伊的听堂内底，听到伊对你讲：入来，我所听堂的，来享受天父的安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赏赐，阮即时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继续引带阮。主帮助阮，阮定定咧拍算美好的人生，总是主，阮才发现一项代志。原来上美好的人生，是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有你牵阮的手，阮的人生才会诚做真实的美好。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谦卑恳求你的引带。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毋知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敬虔甲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互伫每一届内底奉献，就亲像今仔日的讲题内底，为家己积足伫上帝欢喜，互咱甲上帝三甲做伙。同齐伫伊的国度内底，得享伊的听堂甲永远的荣光。三甲起立，同心来奉献。望救赎的了代圣道，打着夜目看耶稣。主已领过失望款世，要来伫你普天的。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万民着敬畏尊重。红颜冠冕，的主名称。叫了叫出一条绳，抱着面前千万天使，打着一切来敬拜。我要拍败地主卡的，欢呼而乐到万世。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万民着敬畏尊重。红颜冠冕，地主保证，我了叫出一条绳。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万民着敬畏尊重。红颜冠冕，地保作证，我了叫做一条绳。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接纳你所奉献的一切，伫金钱、伫才能、文士，并对上帝所领受一切的丰盛，用敬虔的心来路用这个。通将这个诚侪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望伊的接纳。愿你的心甲上帝对齐，愿你的灵顺探伊圣灵的引带，愿你一生的年日得摇花上帝的照顾，直到将来伫上帝国，甲伊同享荣耀，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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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
今日台语堂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